水水，行出门会当甲人来比拼，站在人海中，你可比上光的迄粒星。为你打拼打拼，有时无想生命，为着要予你好命，你敢知影？阮的心肝，为你精心付出有偌大。马祖啊，我是船长啦。我今仔日吼，就是专工为着阿匹婆的代志，代替伊来甲你求一个愿的。马祖啊，阿匹婆年岁都遐尼大哦，伊安尼为着要完成着也是罗顺的心愿啊，拄啊走到遐远的所在去，伊实在是有够甘心的啊。马祖啊，这望你吼安尼吼，灵感安尼显赫，一路甲伊保庇平安者。而且吼会当保庇伊去到迄边早日找到伊的子孙，赶紧倒转来通团圆。到时吼，阮嘛才会当好好来甲庆祝一下。马祖啊，才望你保庇者哈。马祖，你看我囝吼有买足多水果来甲你拜拜。马祖，你敢知影？我即马逐工拢足想苦力的，足思念伊的哟。希望你当保庇伊赶紧倒转来吼。到时吼，伊若就是转来的时阵哦，我会搁买足多水果来甲你拜拜哦。马祖，你一定我会记哦。保庇阿比伯因一家人早日平安顺利倒转来台湾。感谢马祖，多谢马祖。乌啦个，找人较要紧啊，莫在直咧乌啦。对啦，苦辣的啊！你无看阿匹婆啊，找人找无，心情都咧歹啊！你搁一直乌。你个我，这你唔知影啦，你无？我哪唔知？嘿，阿匹婆怎么找人？大家晓无？我是你制造这个气氛咯，阿匹婆欢喜咧，我唔知。你唔欢喜？哟，你够你。好啦，听个人若找着哦，看要安怎学才去学啦。是啊，即摆咱找无，是要安怎？我看安尼啦，咱甲泉州吼，所有的餐厅哦，拢总甲伊找个透透。哎呦，全这餐厅遐尼济，要倒遐找去啦。或者对，我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咱就分做两路吼来找，好无？安尼够你哦。安尼好啊，安尼互我甲妈妈搁苦辣的一组，麻烦你甲猪脚骨一组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行。小等的啦，你两个搭顾要找，咱找完嘛要有一所在小等啊。哎呦，遐袂记节，无过去安尼，咱两组哦，若找有找无，拢等来海上老君家小等。阿你，我咧决定，你行来去，行。
这个孙呀，这个孙紧的啦。有啊。我看你吼，咱今日最主要来就是要找阿碧婆因囝建华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唔是啦，你一路安边看的店哦，特别入去看，你实在哦。阿舅啊，无啦，我是看内面哦，店内的布袋羊啊，一仙一仙哦，啊若甲咱台湾的布袋羊啊无啥共款，我唔则走入去看卖啊咧。什么内底什么布袋羊啊？迄唔是布袋羊啊啦，迄是内底吼，用一仙一仙吼，互人囡仔买转去吼，都看水的啦。哦，迄是缀有囡仔要等去耍的哦。咯。玩具啦。玩具啦，什么布袋羊啊咯。我知。好啦，咱赶紧哦，来餐厅找人，较要紧啦。哎呦，紧嘞，来餐厅找人。行。对吧？我拄食咱坐三轮车，钱有互人啊无？有啦，哪会使无互伊的？阿伯无啊，你知影偌济钱无？我本来会知，最少嘛差10箍。你用唔对，你来这？我甲问看偌济钱哦，正拄啊好，甲我的名同款。啥甲你的名同款啦？我叫做2块6啊，对无？我问讲，坐遐久哦，车钱爱偌济？伊甲我讲2块6啊，毋是拄啊好同款。哪拄好？我听到就爽到着，我总摕2块互伊，世间的小雨免走。甲我感谢啊，好偌爽的。找人找有啊无啦？讲到人哦，我就无法度啊啦。孙啊，咱来啊啦！孙啊，找有无？你找有啊无？找2斤拢找无呢。 2斤的哦。找无啦。哦。哎呦，这好找要安怎呢？妈，莫喘大气啦。人俗语你讲，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只要咱来认真找，一定找有的啦。吼，够啦对哦。对，阿你话，紧过来找，行，行。你莫甲我叫啦，安怎？我无资格做你阿舅啦。阿舅啊，实在啦，莫安尼啦。你实在有够牛呢，你呢？咱阿碧婆因囝吼建华是专门咧做料理的，咱着向这餐厅迄甲找毋才对。你毋是啦，什么找着做米粉的、做面的干仔店啦，你咧甲我幻想呢？阿舅啊，这是你鼻感炎啦。你店我，你气死呢我呢你哪会讲即摆餐厅开了足好，即摆开一间大饭店啊！哟，较讲阿舅，你咧讲哦，较有理。这条鱼你看有无？哎哦啊，对啦。你遐一条街哦，拢找无，安尼要安怎？就是安尼咩？阿碧婆，放心，无你甲地沟关哦，已经找有你来，等你等啦。过来。快叫我，今日袂时间照好诶，好啦，行啦，过来，哦。
阿伯伯，阿伯伯，哦，听人你讲哦，我徛到太上老君的手顶头只哦，手出去摸着伊的皮，食饱去；摸着伊的肉，食饱啦啊！好，啊那摸伊的头咧，啊摸着伊的头，好啊，摸着伊的头，啊，有无？世间伊上牛。好啦个啦，啊那安尼哦，你看世间差不多算什么了？我上牛咯，上高哦，哎呀，拜托，你的头啊摸来对无？干，嘿哟，这个，好啦，好啦个啊！你这个哦，我世间老头你中中哦，你就算袂歹啊啦。春兰啊，你进来。好啦个哦，讲伊偌牛啦，我看哦，有那喊妈妈啦。爸，啊，你个过来等下喂。哎，这个我等下，这个我，哎，不过啊，找我。好啦个，找十外条路拢找无。我两骹拢找无咧。是啊呀，啊你拢找无哦？啊你著要失去找这较斟酌的无？有啊，我嘛是找足一所在，拢找无啦。安尼要安怎就好啦。国公啊，头老妈还阁足欢喜的，一天都找无人哦，心情阁歹起来。你看哦，有啥物办法哦，让妈妈心情较轻松的。唉，妈。阿弟婆啊，你免烦恼啦，你安尼找甲遮认真吼，我相信妈祖一定保庇，互你找到的啦。是的哦。我即马吼，甲你讲一个吼太上老君的故事，互你听。太上老君吼，这粒石头就是安尼啦。有一天吼，太上老君要去参加这个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啦。唔知讲来到这个所在哦，看到这个青关山正水啊，细外桃园同款啦，准备去这里去开会啦。系啊，王母娘娘生气哦，怎甲伊定罪呢？啊，有一天哦，只要做风台落大雨啦，等到危险的时阵哦，我飞来一粒石头哦，我等这个山洪怎甲塌掉的啦。哦，遐老百姓哦，怎安全无代志啦。啊，有一天哦，有一个做事人哦，怎去看到这粒石头？这粒石头哪算作成迄个太上老君啦？啊，大家阵啊哦，甲这粒石头刻做太上老君啦。啊，这粒石头就是安尼来啦。哦。凹倒一个开元寺偌出名的呢？啊，开元寺内底吼有一个灯塔，哦，啊有一个叫做西塔。啊，你知影哦？这个开元寺等地啦，你知影无？对啊。哦，只有一个原话哦，偌好起来呢。啊，有一片偌大的土地呢。啊，有一天哦，到这个和尚来甲化验啦，看咱做一寡善事哦。看咱吼，管这土地起来起庙啊未啦？啊，你著知影这个原话哦，树都欠啦，哦啊妖鬼咧造孽啦。啊，我伊就想讲，安尼无要紧啦，要管无要紧啦。看当哦，我这张双手哦，开莲花哦，我将这个土地管出来就对啦。想袂到哦，第三天哦，这个双手真正开莲花啦。啊，无法度啦，这个原话才将这个土地哦，怎管出来就对啦，怎起这个开元寺啊。哦，迄香火偌旺的呢，较实在。他毋是讲一个感人的故事，洛阳桥，这是为倒来哈？阿美婆啊，我讲互你听，这洛阳桥较早吼是有一个大方岛的小妇啦，啊要经过这条溪吼，拄啊做风台落大雨啊，无法度通行过就对啦。伊怎下一个心愿啊？讲会当互平安行过这条溪吼，伊绝对要起一条桥，或者老百姓吼会当出入方便安尼啦。想袂到吼，真正伊互平安行过这条溪呢，啊怎生了这个囝？啊，这个囝的名哦，叫做蔡香就对啦。啊，老母哦，将这心愿拢一直讲互这个囝听啦。这囝哦，大起来偌聪明的，啊，做官老爷呢，就那完成因老母的心愿起这条桥啦，就是即摆万安桥啦。哦，哎，真有感动，较想要赞。阿妹婆啊，行行啊，咱即摆哦，来下门哦找建华。
哎，春兰啊，春兰来，你看看，哦，遐风景真水咧。啊，确实有遐水呢。这若叫靠人看到，一定好好叫。风景哦，水是水啦。春兰啊，咱来这个下门哦，敢有可能能找到建华？妈，咱若是真找哦，一定找有的啦。那你讲天下无难事，我知，只怕有心人。水，好，好，汤准到水了，到大家，哦，哦，水，啊，哎，奇怪啊，你人矮遐尔大，点徛大遐，那是什么人咧？哦，海头不错，无啊，可乐的啊，唔是啦，什么迄袂叮当，迄就是民族英雄地成功嘞。好，民族英雄地成功哦，地成功哦，我想啥呢？即我讲你听啦，这就是伊较早吼，就是踮遮训练兵马，甲带兵哦，去拍这个荷兰人啊，大家要甲纪念哦，也用一个地成功的相片啊。哦，嘿咯，遐吼，人讲我做吼，迄个古龙树啦，古龙树哦，安尼风景一定足好耍的哦。是咯，一定哦，系啊，我带你过来好无？多谢。啊，阿姑啊，你要带我去古龙树哦？走。爷，咱找计划较要紧啦。我要一瓶比较有，条嘞，大老个嘞。哎呀，啊。都冇呢，快些啊！等下哈，再见啊！再见啊！行，咱再改变吹。哎，这问的哦，你这有一个叫做主料理建华无哈？无呢。啊，这无啦，我嘛唔捌。都无哦。这真正咯，啊，一瓶哦，哦，这个啊，咱改变去找看嘛，行。啊，这边，再问看嘛，问看嘛。这问的吼，你再有请过一个哦，美洲人哦，做到迄个煮料理的啦。煮料理。系啊，叫建华啦。建华。嘿，对。无哦。啊，是歹势啊。没有。啊，我无来，咱改变改。这间叫人看卖。诶，这问的吼，你只有一个哦，请一个要煮料理叫做建华无？无呢。我这个人啊，我。为你真心付出有偌多。你个姑啊，气汤头一个。卖包咯，头家啊，卖包。唔免啦，阮全到遮食就好，唔免搁包啊。对了，头家啊，菜多菜尔，就要包。无啦，咱是讲吼，免包无啦，免包啦。嘿啦，阿妹吧，伊的意思是讲哦，你爱肉包无，毋是讲爱包无啦。对啦。咱也是好人去哦，小善啊，小善的呢，小善的呢。小三免钱啊呢？免钱哦，免钱我紧你唔是咱个咧臭多呢，咱个肉包哦，甜的包糖啊，咸的包屎呢。假物件。咸的包屎。啊，你这样呢，嘛，这个姑啊，看这个看30几年啊，慢慢讲去餐厅食菜，什么甜的包糖咸的包屎。记这人咯，咱就唔是你讲啦，咱意思讲，咱肉包嘛，肉包甜的包了，对不？糖啦，糖啦。咸的包屎啦，知啦。我过去哦，替你解说啦。阿妹话，伊的意思是讲哦，迄肉包内底吼，甜的包糖啦，迄个咸的吼包菜啦。
安尼你去摕来，去摕来，找人去后边。阮阿伯婆哦，要甲你请教一个人啦。哎呦，全马上对上对。哦，你们问啥物人咯？你是这下门人是？咱那上歹人呢？上歹人。头家，你某咧？我某做茶楼啊。啊，做茶楼。恁囝在做啥？做土位啦。做土用。我算，安尼我等下我当出去。回家到。